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地球上有一個 M 記森林王國，裡面住咗好多動物。有一日，森林 CEO 召咗兩大巨頭，包括獅子王浩浩同埋老虎乸過嚟。我手頭上有一大筆黃金，老虎乸你就攞晒所有黃金去發展森林交通，獅子王浩浩你就攞啲草皮去發展啦。記住要計 EVA 啊！20年之後，你哋返嚟同我匯報，睇你啲成績點啦。於是獅子王浩浩就返去森林裡面，喺佢旗下有3隻小豬，分別係大豬、二豬同恩豬。見佢哋平日無所事事，獅子王浩浩就叫嗰3隻小豬過嚟啦。大豬、二豬、恩豬，我依家有成片森林地，要大舉開發森林物業發展。嚟緊有一個玫瑰園計劃。大豬啊，我就派你負責啦啦線物業發展啦。二豬，你就負責將軍線啦。恩豬啊，我哋合併咗 K 記森林，你就搞乜東東線啦。哇，大把嘢做啦，做到退休都得啦。於是3隻小豬以往悠閒嘅生活從此改變，佢哋開始好努力咁做物業發展，忙到不亦樂乎。而獅子王浩浩亦不斷監督佢哋嘅工作。你哋咁樣做嘢唔得㗎，啲樓咁起法，依家冇人買㗎啦。你哋得閒要多啲出去學下人家啲好嘢，要自強不息，記住要有 VNV 精神，最緊要啊，仲要有 integrity 啊！有一日，獅子王浩浩發咗一個好奇怪嘅夢，佢夢見7隻肥牛，跟住又見到7隻瘦牛，然後再有7隻瘦牛食咗之前嗰7隻肥牛。獅子王浩浩一醒呢，就即刻要召見嗰3隻小豬啦。大豬、二豬同埋恩豬啊，我頭先發夢見有7隻肥牛同埋7隻瘦牛，我相信呢7隻肥牛就係代表有7年旺市，7隻瘦牛就係7年淡市啦。而呢7年淡市將會非常嚴重啊，樓市可能出現重大調整。嗱，趁旺市嘅時候，你就要嗱臨攞 consent 賣樓，盡快去貨啦。淡市嘅時候就盡快補地價出標發展草皮，明唔明啊？因為獅子王浩浩銳利嘅目光，佢哋喺樓市暢旺嘅時候賣咗好多樓，佢哋嘅利潤呢亦都翻咗幾番。嗰3隻小豬亦變成勤力嘅小豬啊！我哋嘅獅子王浩浩真係有先見之明啦，多得佢嘅帶領同敏銳嘅市場觸覺，我哋先可以做出好成績。做得開心，賺得又多。耶！3隻小豬喺工作嘅時候都不時遇到唔少嘅難題，呢個時候獅子王浩浩就會出嚟幫助佢哋啦。反對！反對！反對森林起屏風樓！反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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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地產霸權！反對！我哋要綠化森林！綠化！我哋要通風浪！通風！我係好打得，你哋唔准開工，唔准用刮泥機，唔准！哇！獅子王浩浩喺度，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，而嗰3隻小豬亦繼續努力完成工作，越做越好啊！
眨下眼20年之後，係時候要返去森林 CEO 回報成果啦。老虎乸搞森林交通獲得唔錯嘅回報，而獅子王浩浩喺物業發展呢都獲得好高嘅回報率啊！成個森林仲落成咗好多地標性嘅物業添。獅子王浩浩喺呢20年入邊，你真係用咗唔少心機去發展森林入邊每一片草皮，你真係又良善又忠心啦。而獅子王浩浩旗下嗰3隻小豬，亦培訓咗一班又勤力又醒目嘅小豬豬。獅子王浩浩為 M 記森林貢獻咗寶貴嘅20年之後，今日獅子王浩浩榮休啦。3隻小豬同一班小豬豬喺森林機場為獅子王浩浩送行，祝福獅子王浩浩有更美好、更蒙福嘅新生活。在森林和原野是多麼的逍遙，親愛的朋友啊，你在想什麼？種一棵樹苗，每一年先發星光，這是多麼美麗啊，多麼美麗啊！小鳥輕輕在歌唱，小鳥輕輕在舞蹈，朋友啊，你為什麼苦惱又悲傷？